時咧工作就好忙嘅，今次公司有呢個活動咧，咁咪可以嘗試下瑜伽啦。咁之前其實都未試過做瑜伽嘅，今日個活動幾開心嘅。咁希望下次都會再多啲呢啲活動可以俾其他同事一齊參與咯。多謝公司喺我哋工作嘅時間都為我哋搞呢個瑜伽活動啦。我覺得樂動中國這個活動很有意義，就是給了我很多跟不同的同事去交流的這個契機。先做完呢個班之後咧，覺得手腳都鬆咗咯，咁拉完筋都會精神啲啦咁樣。我會努力啲喺公餘時間都會做下呢啲伸展動作，希望咧可以對工作更加有效率啦。好期望公司可以有下一次嘅活動嘅安排啦，咁樣俾我哋成班同事一齊輕鬆鬆工作之餘，都可以帶嚟身心健康。咁好開心啦！參加咗保利置業嘅呢個瑜伽嘅活動啦，其實幾好嘅，因為都市人其實平時都好攰啊咁樣，咁今日都俾到一個機會我哋去放鬆啲啦。今日個活動好好啊，咁令到我可以喐動下啲肢體啊，拉下啲筋骨啊咁樣咯。希望發展商嚟緊都可以咧搞多啲活動俾我哋啲住戶啦，等我哋可以參加下唔同嘅一啲可能運動啊或者興趣班咁樣咯，可以叫埋我啲朋友一齊嚟玩。好開心啊！可以參加呢啲咁有意義嘅親子活動，小朋友都玩得好開心啊！好期待下次再參加公司嗰啲親子活動。今日好唔好玩啊？好玩。鍾唔鍾意啲禮物啊？鍾意。